市長黃偉哲表示，官米的往來近年來不但成功打入日本、新加坡、甲入韓國等國際市場，在拓展國內市場方面，市府嘛透過甲大型的電商平台長期合作，並且親自將電視購物直播的節目、行銷產地直送頂級的官米進展往來。台南最有名的，你知道在這個鳳梨是在關廟，關廟鳳梨，還有玉井芒果，還有我們的麻豆文旦，這些都是叫得出地名的。全台灣叫得出地名的特色農產跟水果沒有幾個地方，所以你可以知道我們這個關廟鳳梨、金鑽鳳梨不僅是包甜，而且事實上營養成分非常好。那除了有一些膳食纖維之外，還有很多的這個鳳梨酵素，所以說用不管是健康的理由，或者是美味的理由，甚至鳳梨有很多可以說是百搭的。你可以做，你吃披薩有這個夏威夷裡面就含鳳梨，還有夏威夷披薩之外，還有鳳梨蝦球啦、鳳梨蛤蜊湯等等，這些東西都是鳳梨，不管是入菜或是生吃，甚至鳳梨乾都是非常好的。所以最優質的鳳梨就在台南。市長表示，台南官米的往來因為日照充足，加上排水良好的坡地，生產的往來不但果肉真油，而且甜中帶酸的讚處，就是官米往來的招牌。伊感謝購物平台連續濟檔燒停台南的農友，讓真濟消費者攏成為伊台南往來的老主顧。因此，現場準備800箱，將近5000支的往來，在40分鐘內就全部來銷售一空。台南新聞綜合報道。